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台湾族原住民珍贵的历史，要搬就大银幕了。这出大戏叫做《斯卡罗》，明年要来放映。剧情是改编《咖喱花》这本历史的小说，描写19世纪的尾期，台湾族人甲美国的生理人争议的事件。这出《斯卡罗》是公司的年度大戏，社会各界拢真期待。哎，做啊，顾不完，都，你讲啊，这啊个证。 来啊！历史事件戏剧《斯卡罗》举行改名记者会，本来剧名叫《咖喱花》，族人的感受无好，即马改名，展现出台湾土地多元文化的包容。透过这种历史大戏，能够让广大的人民可以了解自己的过去。原住民的智慧，是我们现代甚至整个全球应该去重新去寻找。 戏剧背景设定伫1867年的台湾，描写着美国商船误入台湾族的领土，甲统治部落的贵族斯卡罗发生冲突，最后嘛促成台湾头一摆甲外国签署国际和平条约。主要的语言有客家话，然后排湾族语跟英文，还有台语。演员讲，除了克服语言的困难，拍片过程佫经过大风大雨，体验大自然的洗礼，就敢是你甲原住民学习对土地的尊敬。 斯卡罗已经拍好啊，估计明年会伫公共电视台播出，保存原住民的珍贵历史，嘛向世界传达台湾宝岛的多元美丽。